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9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汉翔公司的台中西屯厂早起火烧，有一个员工死亡，6个人受伤。台中市政府已经要求停工改善。代替新的 EMU3000城际列车，今仔早起对台北站发头一班车，却传出变速故障。台南市议会副议长林炳利因为涉嫌利用人头助理虚报费用，大约乌2700多万，获检方搜索。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日无本土病例，嘛无死亡案例，是增加14例境外病例，有一个技师是突破性的感染哦。另外，国内嘛佮验出2例 Omicron， 拢是对美国入境的病例。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没有本土的病例，也没有死亡的个案。那不过境外移入的话，有14位，美国最多10例。那德国1例，泰国、香港、越南各1例。我们又有定序完成的 Omicron 的病例有2例哦，他们都是从美国来的哈。那2位都曾经接种过2剂的疫苗哈，那所以都算完整接种。属于突破性感染，国内累积检出50例的 Omicron 的境外移入病例境外移入的个案按17068一位机师那他是在入境之后，按照我们目前5+9的这个规定，在居家检疫第5天，在防疫旅馆当中期满前裁检阳性CT 值是28，在整个期间内他都并没有进入我们的社区，所以没有社区的这个，比如说同住家人或者是社区的这些接触者需要做匡列再来看Omicron变种病毒伫全球的探索，嘛取代 Delta 成做主流的病毒。台湾嘛已经累积50例 Omicron 境外病例，卫生就真烦恼讲，Omicron 的症状甲流感佮一般的感冒真相像。因为头一个 Omicron 台湾的本土案例早暗会出现哦。另外，有专家建议讲，代表国家出国比赛的选手，伫出国进前应该爱先做好第3档的疫苗，来提升保护力。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因为新型变种病毒 Omicron 传播继续扩开，欧洲有真一个创大日确诊新冠纪录。有医师烦恼 Omicron 传播力比 Delta 更较强，而且症状甲流感或者是感冒真共款，真歹分辨。台湾第一例 Omicron 本土个案早晚也出现。上一次那一例实验室的，他也是原来就咳嗽，他以为自己是感冒，他后来嗅味觉异常，他才大惊失色，他觉得自己可能是。其实它本来就跟感冒很难分。台湾去哈萨克空手道代表团全团22个人，13人确诊，其中7人感染 Omicron 变异株。有专家认为，代表国家出国比赛的体育选手，若是需要长时间伫国外异地训练或者是参加比赛，应该考虑让选手出国进前提早做第3剂疫苗，来提高保护力。如果有必要的时候，那个要出国啊，或者是因公要去疫情严重的地区呢，那我们的第3剂疫苗应该可以考虑在间隔第2剂疫苗以后28天以上就可以打了。另外，台湾是不是要甲美国同款调整防疫指引，减低无症状感染者的隔离天数？甲公务紧急出国需求的人是不是减少第3剂注疫苗时间？指挥中心要伫30礼拜4开专家会议来做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汉翔公司的台中西屯厂早起火烧，传出有一个员工送到病院之前就死亡了。警消接到报案，派出4大分队去拍火，嘛加派救护车到现场救援。汉翔公司正是讲，伫早起10点15分，工厂发生粉尘起爆。计共有1个人死亡，来员工受伤，嘛拢已经送病院治疗。2个人是送营警，3个人送定清病院，2个人送中国医药学院。初步调查是阿鲁米合金甲粉尘爆炸，业者家己有先拍火，疏散人员。火伫10点26分受到控制。详细起火爆炸原因爱个调查。目前台中市政府嘛已经要求爱先停工改善了。再来看12月26，有一个姓黄的查甫人啉酒赛车去弄到一家伙仔4个人。昨半暝，高雄林武又有人啉酒赛车去弄到人哦。伫高雄北德中路甲北德南路的路口去弄到一台轿车，又过去弄到槟榔档甲徛街，造成槟榔档的店员佮徛奥多麦人受伤哦，嘛造成驾驶外漏。一个姓吴的查甫人，就确实是0.52，嘛，互警方以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
出动吊车，要甲画面内底即只白色的轿车拖走，边仔还佫有消防车伫咧台面。因为即只白色的轿车是弄着对向的乌托邦甲汽车了后，才佫冲对边两打去，嘛甲人骑过雅士的光线弄断去，雅士嘛有流出来。警方甲即只白色的轿车抓落来了后，福建讲又佫是啉酒塞车。见警方拦检心虚加速逃逸闪避一辆机车，擦撞之后又追撞到对方的店家，致使瓦斯外泄。28暗人物分局伫辖区掠啉酒塞车的姓吴的男性驶白色轿车，一个看到警察就走干那飞，煞去共弄着，造成槟榔大店员甲一个骑乌托邦的人着伤送病院，加载人是平安无代志。这个驶轿车的人酒测值是0.52，以涉嫌犯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经酒测值超过标准值，全案依公共危险罪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这个月2日才发生一个血压死的人去啉酒塞车的人弄着，一个死亡，3个受伤。高雄为27到明年1月初3，这8天要来掠啉酒塞车的。不过台中是从12月初1就开始执行啊，按算的实施3个月。12月1日起至111年2月28日农历年节期间，执行扫除罪犯专案，为期3个月。台中投入4万外的警察来掠啉酒塞车的。为月初到27，目前已经处理608件，有移送法办的是327件。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立法院的国防委员会早起审查新一代飞弹轰巡防舰甲灿水艦国造的预算。伫灿水艦的部分，有立委是认为执行的状况无介理想，要求要冻结其中30亿预算。最后委员会是考虑讲相关的技术拢是机密，先保留，所来以秘密会议的方式来继续审查。立法院国防委员会审查明年的国防预算，其中上受到注意的就是灿水舰国造的95亿4624万5千块的预算。国民党立委马文君质疑，真侪真币敢真正处理，这输出国家的许可，要求冻结其中的30亿。不过，执政党立委认为要国造家己的灿水舰，要达突破中国的打压是真无简单。公开说明相关的内容，恐怕引起了困扰。第一艘也许不够好。可是你在还能够补救的时候，你就应该要补救。我们要求的是，你必须把它做好，你不要在这里说谎。暂时的保留到第2阶段处理，就清场开秘密会议讨论这个内容嘛。我觉得也许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让大家了解得更加的详细啦。哪里有无同的立场？最后委员会决定专案保留到第2轮的协商，并且要开秘密会议来做审查。另外一个重要建议，四新党的国造新一代飞弹巡防舰，因为中共伊研发雷达效果无讲介好，嘛互规个计划是来延后。这案电脑是拿的意见一致，要求海军讲好清楚，下一步要安怎行。我们所面临一些对岸它固定的侦巡舰，它的吨位数我们确实有在做相关的考量，然后来做整个兵力的规划。但是因为要跟委员报告的是，我们现在确实也是还没定案。它的业务费以外的部分冻结，那我们看它什么时候解冻。如果整年都没有解冻，那明年的预算就有意思了哈。最后，国防委员会决定冻结预算500多万，但海军提出书面报告了，来决定要安怎做。另外，彭博社新闻报道，今年的中国军机来侵扰咱台湾的数量是超过2020年的2倍，明年可能更加多。国部长邱国正表示，国军唯一要做的就是全力备战。另外，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国防授权法，其中嘛包括着国会建议，美国国防部邀请咱来参加明年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邱国正表示，对咱有帮助的，咱拢是正面的态度。不过，咱嘛要思考家己的能力，唔是完全照单全收。记者张志雄、陈信良台北报道。再来看代替 EMU3000城际列车，今仔早起发头一班车，第7节车厢的变数传出故障，互旅客真袂方便。另外，公路总局嘛要求客运伫元旦假期爱开加班车，互旅客会当顺利返乡。早起9点37分，代替上新的 EMU3000城际列车慢慢进入花莲站，代替人员马上到第7节车厢变数检修，暂停使用，互旅客真无方便。尤其共用变数的第6节车厢，也是头顶的商务舱。商务车厢的厕所就故障不能使用，结果到八堵站之后就被列车长贴了那个封条。最近第1天厕所就坏掉，就有点傻眼，一开始就坏了。而且是商务舱旁边的厕所。对。大部分旅客对 EMU3000城际列车感觉满意，尤其舒适度，因为无用粗细的设计，所以较袂害。未来总共会有600台加入营运。
编组是12辆一个编组，那座位提供有538个位置，以跟太鲁阁和普悠玛比起来，就是提供了约40%的运量，所以对春节的运输来讲，有提供相当大的帮助。因应元旦连续假期疏运，公路总局也要求客运业者加开南港甲花莲、邦桥甲花莲的直接路线，甲过去专制铁路的方式无同，民众应搁较紧到位。铁路运输常常客满，而且民众如果自己开车，我们如果搭大众捷运的话，可以节省30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春节订票情形经济大体资讯，29早起9点为止，东部干线总共完成16班3348笔，有31班4719张订票。1月28到1月29的自强号，甲2月5到2月6，当下台北自强号拢已经卖了啊。花东民众有开放回乡3班、返港2班的生命载列车。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早起发头一班车的代替 EMU 3005传出讲变速故障，代替是表示是因为自动门的开关歹去，会伫台东站来换掉。政治委吴国昌今仔嘛搁伫面册表讲，代替上水区间车 EMU 900，今年5月份到11月份嘛拢有故障的记录，也毋过代替是拢无公开。早起7点20分，代替新北城市列车 EMU 3000到台北车站载客，列车伫12月1日摕到安全证明，第工正式上路营运。沿路准点，毋过旅客倒数第7节车厢多功能变速，竟然上路就故障，也佫形容正代替。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已经要求无管任何大小状况，拢会开始处理。大大小小有任何的一个状况。一定在这个验收前全部都确定完，才能够这个通过。另外，政治委吴国昌2摆伫面册发文，表示代替新的 EMU 900型通勤电联车，今年4月正式营运了后，一直到11月，有684摆故障，毋过代替第一时间回应，684摆是试车时所列的问题。吴国昌提出代替内部记录文件来线喙批，列车故障记录根本拢有白纸黑字定量。铁路列车的验收它是投入营运一段时间以后才验收。我希望台铁是用一个最严谨的态度来办理验收。代替礼拜3早起，各发新闻稿解除承认，有4件是列车行驶当中，或者是出车进前发生故障，其中2件列车延迟超过10分钟。代替表示 ，EMU 900型列车验收拢也伫进行当中，会继续加强测试，爱车厢赶紧改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2021年特别结束了，纽约时报广场第2摆办1年1届的大饼扫日，民众会当甲想要单调的物件的代志写落来，甲伊烧掉。有真侪人拢想要疫情赶紧过去。I said, welcome to Times Square! In order to get ready for the new stuff, we got to get rid of the old stuff. 2摆这一天，伫纽约时报广场第15年办的跨年庆祝活动当中，数百人排队，等你将家己过去这一年无快乐的全部拢给烧掉。以前用的是吹纸机，毋过这一摆会负责消费负能量，看起来更较贵气。The worst part of it is holding an iPad for the COVID patients that are dying because they can't have any visitors. So I don't want to do that anymore. Can we make some noise for an ICU nurse that has been handling this pandemic? Thank you. Sarah, let's say goodbye to that. And I would like to get rid of COVID, global suffering, and all of my financial headaches. Put this into the incinerator and burn Julian's financial headaches from 2021? If you think so, say yes! 主办单位也接受世界各地上传的消费清单，由工作人员编入会图。清单当中有不少是针对新冠病毒所带来冲击。主办单位表示，大家应用安的机会回顾过去这一年，个别小计负面，高展望2021年的梦想甲希望。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伫1989年成立洛西亚上老牌人权团体纪念国际。昨洛西亚最高法院是因违反外国代理人规定的罪名，下令要求纪念国际这个组织关门。这个团体是表示讲，因的抗争到底，嘛准备要去欧洲人权法院提起诉讼。俄罗斯最高法院法官纳沙罗娃连环判决，讲听说的人规定是美假。
欢迎外口支持甲反对纪念国际的民众爆发冲突。一个纪念国际的支持者，家己绑伫电火条顶悬示威抗议，去互警方硬送入去警察车，带离开现场。Это трагедия,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была единствен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которая помогала реально людям, помогала узнать судьбы их предков. Вот у меня. 成立伫1989年，苏联上尾代领导人戈巴契夫统治上尾一年的纪念国际，目标是追踪记录苏联时期的暴政，替几啊百万的无辜受迫害人民留下历史的见证。第一任的主席是1975年摕到诺贝尔和平奖的苏联原子物理学家，是真有名的异议人士沙卡洛夫。纪念国际被看作是俄罗斯开放的象征之一。不过，煞伫个2016年，去莫斯科的当局点又做记号，讲是外国代理人。主办的活动受到所谓爱国人士的挑战，有去罹难者名声的纪念碑去用乌白竹破坏。即嘛是伫个法庭去互检方指控讲是人民的功德，摕西方的钱来造污苏联历史的工课，甚至违法支持恐怖主义甲极端分子。It is telling to us that Russia is moving from the authoritarian Putin system to some kind of postmodern totalitarian system in Russia, which would be kind of a linkage with the Soviet regime and even partly to the Stalin regime. So it's a very dangerous development. Этого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 закона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ликвидировать организацию некоммерческую. Поэтому наша доля, адвокатская такая, есть право обжалования, и мы будем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все правов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это решение было отменено. 俄罗斯最高法院的判决，嘛引起国际社会强烈的批评。德国讲安尼做是伫咧剥夺受迫害者的声音。美国驻莫斯科的大使苏利文讲，这是要压制言论自由甲造污历史的悲惨手段。国际特赦讲，这是伫咧吞达几啊百万的无辜受害者的记忆。另外一方面，侪俄罗斯人开始伫咧社群媒体分享家己的亲人受到政治迫害的故事，而且感谢纪念国际。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再来看叙利亚国营媒体指出，讲以色列第2次对因发动空袭，攻击的地点是一个正重要的港口，嘛是这个月第2届咯。火柜导火哦，虽然无人受伤，也毋过损失真严重。就针对于叙利亚的指控，以色列并无回应。拉塔基亚港附近一间病院，还有轿车甲人家厝，玻璃是拢规碎糊糊，店头的外口壁嘛受到损害。受到10年的内战，甲去互西方国家制裁的叙利亚。用大基础建设去用攻击，这个月已经是第2届，顶一届是初7，目标是同一个港口。叙利亚一个军方的人士甲国营媒体撒那讲，这届的攻击是为地中海空中发动的，目标是锁定港口的货柜啊，还有装箱区。这货是拢交乌有去，损失袂少。消防员7点钟内就甲火势压落来。根据叙利亚另外一间电视台报道，这届的空袭是比初7的规模还佫较大。连离拉塔基亚44公里远的塔多苏，拢会当听到爆炸的声音。现场的救护车是来来去去，不过并无伤亡相关的资讯。针对这届的攻击，以色列讲未针对外国媒体的报道来回应。顶礼拜，伊用一只货船向伫拉塔基亚港，伫拜6礼拜驶走，敢是利用俄罗斯军方控制区做军火的转移，才会引起空袭，也无清楚。根据独立追踪网站。11月底有一只移动的船，嘛是向伫拉塔基亚港，接续12月初7就发生空袭。过去这10年来，以色列真正针对叙利亚发动攻击，目标是叙利亚的政府军、伊朗支持的部队，也有黎巴嫩真主党的战士。因强调讲，这拢是为着防止伊朗甲叙利亚打造做对抗以色列前线的据点。以色列军事情报官嘛指控伊朗对中东地区的影响甲恐怖行动，从到打是毋捌停歇过。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过来新闻，咱来看，捌因为网军事件引起争议的卡神杨惠如，防指控伫国内举办国际女子网球公开赛，诈领补助款大约200万哦。检方昨搜索嘛，约谈杨惠如甲伊的妈妈佮有妹妹来说明。透明新闻，今仔早起，杨惠如是以60万交保。
确实杨惠如顶个月因为网军案侮辱外交部驻台办办事处，被判关6个月，会当1颗罚金。这个案件还搁伫上诉二审当中，想袂到2倍，搁去互台北地检署指挥调查局分5名搜查不谈到案。除了杨惠如以外，因老母、因小妹，还搁有另外一个涉案的人，拢总4个人到案。药师公司是由杨惠如因老母冠名做负责人，涉嫌为2016年开始，利用 WTA 国际女子网球台北站等等的比赛，在举办权的机会，提假的收据，假造比赛支出报拍摄，涉嫌甲体育署、台北市体育局、甲观光局等单位诈领补助款差不多200万。那对于被控诈领补助款这部分，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说明的？楼梯到了，小心！小心哦！2倍半暝，杨惠如等人移送地检署复讯，经过探明侦讯了后，以涉嫌犯诈欺，还佫有伪造文书等罪，下令杨惠如是60万交保。因小妹甲公司的员工是各10万块交保，因因老母挂名做公司负责人，目前是请回。记者综合报道。公立大专校院今年老师的钟点费108年的8月初开始已经调悬标准了。今年的讲师一减钟是695块，不过教育部头一届公开的资讯却显示讲有65间私立学校今年的讲师1点钟嘛犹原是575块，这费用28档拢唔捌调整过。徛伫台顶上课分享新闻工作甲体育转播的美角，杨博伫2年前暂时离开主流媒体，去到私立的大学兼课。这期拜3固定伫咧北部的区台，拜5伫南部的区台。2间学校的钟点费拢是575块，一礼拜的钟点费差不多就是5175块。南部的学校目前就如果我们有谈到的话，大概都是平均会到6个学分左右，因为这样基本上就是交通费可以打平。但是这个打平是指说你自己开车。因为你如果坐高铁，就是完全不划算。杨博士讲，钟点费575块也无算济，因为佮兼其他挂路啊，所以才袂起要伊钟点费的济少。公立大专校院兼任讲师的钟点费，自108年8月初1已经调到695块，但是根据教育部第一届公开私立的兼任讲师钟点费资料，文化、民团、实践、大同等65间的私立讲师钟点费拢无调。兼任讲师的钟点费也维持伫咧575块，甚至有很多的私立学校28年多来都没有调整过钟点费。现在的教师代条例也明定像是本俸或者学术研究价也都要准用公校标准，但是钟点费这一块，教育部始终还没有用一个比较明确的态度，要让它直接也是准用公校标准。教育部表示，自105年开始，私校比较公立的钟点费就考虑补助的依据，但是高教工会认为，这种做法根本就无够力。运动强制私校钟点费袂使比公立的较低。私校兼任讲师也讲，钟点费这么低，时间一个久都袂想要去教，归去转去公立的学校，私校的教育品质也会连带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动物保护法立法已经20多天了，动保运动是继续的开动。动保团体今仔办头一届的全国动保会议，包括总统府副秘书长李俊义、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拢有出席会议哦。因来讨论讲动物权敢应该来纳入宪法。有乌心的业者8月份走私154只猫仔，去海巡署掌到。全部的猫仔拢安乐死，是2021年真重要的动保新闻。动保团体认为讲，今年重大动保事件有袂少时牵连到动物的生存问题，再去因伫头一届全国动保会议，搁一届倡议动物权入宪。这个诉求已经把动物保护呢提高到一个宪法的层次。一旦如果动物权呢入宪法的话呢，其实就是在重视动物本身的人格权。这个会议受到国政党的重视，执政党由总统府副秘书长李俊义代表，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亲身参加，对动物权入宪，大概是各有看法。未来动保这个部分，它的主体到底要定义为谁？是人类饲养的权利，还是动物的权益？这个可能会有一些争议，所以这个我们都还要继续努力。这个是绝对要做的，而且我已经倡议多年。那现在重新回到国民党，这次国民党版本的动物权入宪已经列为我们4大主张之一。不过，动保团体代表嘛解释，动物权入宪事关重大。有可能会带来较大的冲击，有一派就认为讲会当先推动动物保护入宪，
如果马上就提动物权路线的话，立刻会引起产业界更多的反弹甚至可能就会变吃素的国家。我们也比较务实的来看待，是期待动物保护路线。在20多年前，几个动保团体做伙拍拼推动动物保护法立法，这个期间要修法15届，动保运动也是会持续推动。今年大家搁一届合作，以健康一体、福利一体的精神，要让台湾成做更较友善动物的社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寿山动物园，今年5月底开始休困要改建，伊个总经费需要5亿，也毋过最近有一份是政府予台电的公文，要求台电爱捐8000万其他阁有中油、中钢甲一寡民间企业嘛，拢互要求讲爱捐钱，也毋过市政府是强调讲，伊拢是依照相关的法规来争取经费。休园期间的动物伫电视区内行来行去，过甲真清幽。高雄寿山动物园对5月开始休园改建，总经费大约是5亿。即马算传出其中5000万是市府负责，剩的4亿5000万，市府发文要求台电等等的各营和民间企业捐助。高雄因为有大林电厂、新达电厂，还有南火电厂，所以我们就有一些地方回馈机制。因为台电、中油和中钢伫高雄拢有设厂也是公司，所以拢互要求捐助8000万。高营会表示，台电和中油董事会目前也未通过捐助案，不过金额比例拢有符合定数。新建中的设施的话，它按照规定本来就有一定金额比例的一些协助金可以回馈给地方的，所以这个东西跟各公司的盈余亏损的没关系。要求捐助引起议论，高雄市长陈其迈29出席社体动土仪式的时阵，表示台中去年也受到台电捐助3亿6000万，不会讲这毋是强制捐助。发电的度数是490亿度，以109年为例，所以根据这个电业法相关的规定，来这个回馈地方，支持地方的建设，这个已经是行之有年。虽然是正常申请，不过因为金额收悬引起讨论。但金迈表示，争取的经费拢会用来改建动物园，也有得到议会部分党派的支持，强调争取建设是地方首长的责任。外界唔免过度解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市议会副议长林秉利，因为虚报助理费防搜索，检方表示林秉利利用人头助理来报助理费的金额，大约是2700多万也毋过因为林秉利现在的住院，检方希望讲会当伫袂去影响到林秉利的健康，来完成调查的程序。台南市议会临时会拄啊结束，检警着大规模来敲副议长林秉利的办公室，因为检方为议会财务资料发现，林秉利伫第1届到第3届的议员任期，捌用假人头向议会铺报助理费，佮将费用摕来做别项用途，初步估计诈领2700多万。他从99年开始到今年11月他都利用这个人头助理费的方式，人头助理的方式来请领公费助理的助理费。那这些人头大概都是他的亲人或朋友。初步估计99年到今年为止他诈得的助理费用大约是2700万元左右。检方针对议会，也有林秉利的服务处徛家来搜索，总共有23个被告，2位证人。不过林秉利本人说，因为住院无法度应讯。现在他的病情呢，上还在控制当中呢，但是因为他在治疗当中呢，昨天也有传讯说他要应讯但是因为他的病情的关系，医师呢不敢大意的让检调单位带回去调查，所以是去医院做完他的笔录。台南市安南区的市议员林秉利捌担任台南市第14、15、16届议员，也有大台南地下市第1届、第2届、第3届议员，是连续选调6党的无党籍议员。佮伫2018年和议长郭信良联手，以28票当选市议会副议长。另外嘛，因为住院的林秉利无法度精神，检方佮爱和病院来讨论适合的问讯地点和时间。记者综合报道。桃园龟山区一民众咧赛车，煞雄雄身体无爽快，车就停伫路中。加在边仔有当咧处理交通事故的警察赶紧帮这民众叫救护车。警察嘛呼吁讲，若是身体无爽快要去病院，千万都唔通家己赛车。人无爽快监视器的画面内底，一只轿车停伫车路顶悬袂顶袂动。
警察感觉真奇怪，随去甲看卖，看到一个27岁姓魏的男性喘气真喘，规个人是看到虚咧咧坐伫驾驶座的。警察看到代志真严重，随替伊驶车。也那另外一个警察是驶警察车，伫头前淡水里甲伊带路，是赶紧甲伊送去病院。黄姓男子在诊所发现肺部水肿及肺部发炎情形，开单转诊长庚医院治疗。黄男自行驾车突然并发停于路中。根据了解，这个查甫人因为身体无爽快，伫咧路上也就是因家附近有先去诊所，予医生看，检查了后发现是肺部灌水，嘛当地发炎，诊所无法度处理，医生开专诊单予伊，伊为着省钱，家己驶车去南口中间病院的路认，向强被被喘气。员警了解黄男状况后，当机立断驾驶黄男车辆，另一名员警开警车一路民警离开道。5分钟内将黄男送到医院急诊室治疗。鼓山分局表示，迄当阵当是下班时间，这两个警察伫鼓山区的文化二路打处理一件交通的事故。因为这个查甫人的情形看着真严重，所以直接用警察车带路，一路甲护送。嘛呼吁民众身体若无爽快，都爱互医生看，会当叫厝内的人或者是朋友来载，千万唔通冒险家己驶车，避免发生危险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位伫彰化县分园乡的鸟水潭净水场，附近的生态是真丰富哦。也毋过当地民众因为土地和自来水公司强制征收，遭自救会来台北抗议，因要求讲爱有合理的补偿，当地饮水无另外道路的问题，嘛应该爱先解决。半暝内底发现石虎影只鸟喙潭人工湖生态丰富，已经记录到2只石虎住伫一块地啊。毋过自来水公司开发的鸟水潭净水场，互当地民众真烦恼。世代伫当地做事的记大者，除了烦恼破坏生态，也烦恼家己的土地被强制征收。自来水公司欺负阮这3040户的农民，土地国有的，互因收去了，无地头做，拢爱去做工来过日啦。阮咧分园乡是庄稼所在，足侪即种的农民呢，足弱势的。鸟喙潭净水场甲人工湖分别伫彰化县分园乡甲南投县草屯镇，因为开发单位无同，草屯人甲分园人所得到的土地价值补偿也无同。毋过自救会认为，实际上两边只有一线之隔。2年来继续抗争，毋过自来水公司无一个回应，所以自救会成员是到上北、到内政部地政署来抗议。因为我们农民都还在那边耕作，他的联络道路都还没有做的话，那有可能他们征收去了，我们农民在那边，它会影响到我们农民的那个出路。自救会认为，土地征收审议委员会应该要求自来水公司妥善处理饮水甲设置连环道路问题了后，才能通过这个案件。内政部地政署甲自来水公司伫这个进前表示咧开会，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环保团体针对各地挖海的掩埋场调查2档哦，发现有一寡掩埋场会甲粪扫拼入去海里，建议中央甲地方政府应该合作，好好来管理甲监督。环保署嘛表示讲，已经全面来清查全国公有的掩埋场，嘛会特别针对挖海的掩埋场来做调查。来到基隆滨海的条件公园掩埋场，遮真挖到海边，规台湾亲像安尼挖海来去的掩埋场，还佫真侪。有环保团体针对这个规台湾挖海边挖河建起的掩埋场，来调查这个海洋废弃物有可能来的源头来做调查，发现讲有真侪掩埋场因未付处理，废弃物就安尼互风吹甲硬硬飞吹落去海底去。潮境公园的它前身其实八斗子垃圾掩埋场哦，那它的形态就比较特殊，它是直接依海阻挡土墙之后做使用，那其实它就会更长期的受到海浪的排挤，或者他们堆置的量已经达到一个饱和，或者他们去化已经减少了多少，它其实应该要成为一个更公开的一个资讯。调查团体嘛发现讲，亲像中华丰原的掩埋场，就出现这个海墘有破空的状况，嘛有可能来致使废弃物落落去水底。建议中央甲地方都要合作，来规划废弃物多元的处理方法。垃圾飞散的问题，那我们也透过相关的经费去加高防范围篱，然后做覆网，那以及可能需要做垃圾打包。怎么样去让一次性的塑胶产品的量
降低。好，那这边有几种方式在做。好，环保署这边也预告了一次性的饮料杯的管制对象，好，以及管制方式。因为海洋废弃物的问题已经成做重要的环保议题，环保团体嘛呼吁讲，主管机关应该爱定废弃物来减量的时程，爱落实源头减量的政策，嘛呼吁中央甲地方爱合作，爱定心来甲清点整理规台湾的掩埋场，安尼才通有效来做监督甲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即马物件拢会起价哦，中华的肉丸老店嘛传出讲，明年正月开始哦，肉丸甲汤拢要起5块。北斗的肉丸老店是讲哦，因先袂对起。一粒一粒饱甜的肉丸，一整开就冲出香味。伫中华市区的这间老店阿中肉丸，一开店就袂少人客，也食做中华的代表点心。不过物价别行起，即马老店也经袂掉，要对咧起价。真的是所有的东西都涨了，酱油涨，猪油涨。哦，它那个粉也涨，外带盒也涨，塑胶袋也涨，什么都涨。业者打出起价的公告，原因也是因为物料拢总起价，包括番薯粉、食用油，还有肉类等等的食材拢总起价。顶摆起价是第3年外进前，即摆实在只在袂调。按算逐粒肉丸对45块起到50块，汤也起5块，若消费者是表示会当接受。就买啊，对无？迄个无要紧啊。另外一间老店阿三肉丸上出名的就是有包干贝，吸引袂少足够客。业者是表示，即摆袂对咧起价。去年年初的时候就已经有调整过一波了，那这一次的话，我们希望能够尽量 hold 住，让消费者能够继续的接受。若南中华北斗肉丸虽然有较细粒淡薄，毋过维持一粒20块的价格。业者表示，因为人客大部分拢是在地人，南中华的消费水准也相对较平价，暂时嘛无要起价。东西它现在都在涨价，现在目前来讲，我们是先自己吸收了，好，调涨是目前来讲是没有打算。业者讲，北斗肉丸确实10多年来无调整绩效，不过避免大家拢起价冲击到传统点心，所以嘛选择暂时无要对咧起。记者综合报道。云林虎尾是台湾布袋戏的故乡，云林虎尾公所嘛得到霹雳布袋戏国际公司的授权，要甲云林县政府开1000万，伫虎尾营区起一座6公尺高的霹雳主角素还真的雕像，会伫明年的正月初1公开哦，望讲会当来乘坐虎尾地票。来到虎尾园区有一座6公尺高的新地标，就是霹雳布袋戏的主角素还真的雕像，徛伫园区中，吸引袂少民众来这翕相做纪念。原先可能会觉得它可能是做什么彩色之类的，比较 Q 版的，可是没想到是这样，比较有艺术感。咱虎尾台湾全省嘛是算布袋戏的一个故乡。咱的布袋戏团吼嘛是算上济，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虎尾镇公所表示，虎尾是国内布袋戏的发源地，即届为着要打造新地标，先得到霹雳布袋戏国际公司的授权，再个向云林县政府争取补助673万，家己准备325万，由国内雕塑家杨碧林打造，要凸显出虎尾的文化特色。当代的现代艺术，对，那我是觉得用这样的方式，基本上会对年轻人会更有吸引力，会地方产业会更有召唤的力量在。所以这作品叫《素还真下山》。这个素还真不只是我们要打响台湾的一个知名度哦，甚至国外哈有很多爱好布袋戏，甚至是我们素还真迷哈，大概都会争相来到虎尾镇哈，来这里拍照打卡了哈。云林县政府表示，这座圆环新地标素还真雕像已经完工，按算伫明年元旦启用。日时或者是暗时会当呈现无同款的美感，希望会当带动更加侪观光金条，让游客感受到布袋戏原乡的水。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有600多公顷的梅仔园，最近5冬哦，因为天气寒热，变化是真大。梅花开花期拢较慢，嘛影响到梅仔的收成。最近台东县客家山区哦，梅花是拢开了，咱做伙来看卖。台东县延平乡乱山种的梅仔，即麦花是长大开，白色的梅花是开甲规山坪，已经成袂少游客来遮行踏。过几啊天都是元旦的假期啊，在地人讲最近会有真侪人来赏花。礼拜六、礼拜天，很多人到鸾山赏花，甚至还有特殊的照相机来拍照的，
记录的都有。当地居民讲，这个梅花为11月底气温降低了后，就开始开花，即嘛温度搁较低，鸾山山区的梅花已经开一半，花期会到明年1月中。不过今年年初，这个梅花才打大开尔，即嘛年底搁开，到一年内开花2届，这个现象是无啥数常。专家讲，过去这几年，台东县的气温无啥稳定，梅花的花期拢有延后的现象，嘛影响梅仔的采收。不过目前开的梅花，这是正常开花的期间。今年年初那个状况是比较罕见一点，就是等于是说它的花期不整齐，它要分好几波的花期这样子。主要其实最重要的应该是受气温的影响。台东农改场提醒，最近的天气可能会转做大冷的气候形态。梅花开花了后，需要有水分，才会当顺利结籽。农民都要意压水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县的布袋戏团三味堂结合一化文化团体做伙举办布袋戏嘉年华的活动，望讲用创新的方式来行销传统的文化。观众秀甲布袋戏翁仔做伙表演传统技艺创新演出，吸引袂少民众专港来看。从屏东过来，那你看完之后的感觉怎么样？就是很酷、很创新、很不一样。怎么说？就是很少看到戏友跟真人的官将手一起表演的。台北特地下来的，然后就是可能从几年前就对三倍堂就非常的感兴趣，然后就是一路这样跟着他们拍照，然后就是也是学习一些布袋戏的一些就是很多事情啊。三味堂的翁仔甲观众秀合作演出，观众秀穿的战甲嘛有参考三味堂的翁仔，会结合无共的传统文化，嘛是因为因拢拄到传承的问题。咱即马台湾的布袋戏团嘛是相共，大家团拢剩1、2个，所以若是要做大型演出的时阵，拢爱去别团去调。自己就是感情比较好的友工或是友人，然后请他们帮忙来，就是一起完成这个演出这样子。对，那小孩子的部分的话，就是慢慢寻找，因为毕竟现在也没有很多人在，就是喜欢热爱这种正头东西。是不是就整个扎下去了？对不对？好，我们是接着放开，它是不是又张开了？甲民众认捌布袋戏，小开新的作品，佮配合无共的传统技艺，三味堂表示传承的问题需要用创新的方式来改变，甲大家资源合作伙，互传统文化有新的感受，希望增加民众的注意。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来看台南新市的东西北极店甲南洋书法协会合作，伫园区内底设一条书法文艺步道，后民众会当拿散步，拿来欣赏文丽的水。清幽的步道，沿路墙仔顶面大版的乌色大理石，刻满金色的诗句毛笔字，典雅有气势，佮充满艺文感。66位的书法家内底呢，有对这个楷书、隶书、行书、篆书、草书，即各体字体呢，遮拢有。那会当提供，互咱真侪这个爱好书法艺术的朋友来参考因的这个字句。这是台南新市的东势北极店，庙方今年甲南营书法协会合作，请66个书法家来写各种字体的毛笔字，伫庙内打造艺文步道。民众除了会当来散步运动，嘛会当来欣赏文艺的水。南营书法协会免费提供咱60几首的墨笔，会当互咱增加阮的地方，虽然伫一个较偏远的所在，会当来互大家有一个休闲、甲观光，甲来学习的这个艺文的工会。北极店的书法步道，毋但是为地方打造一个休闲的所在，嘛是一个新的景点。宗教场所透过结合文创也是艺文的元素，帮助信仰文化继续推广流传落去。记者综合报道。一般法师要升级，嘛是要透过爬倒腿来考验因的勇气。今年已经78岁的小道贤道长就以真培身份来开道路。爬倒腿的这天伊嘛专工穿伊的识字服来爬望讲会再透过学术的认证来提升道教的水准甲素质。爬倒腿是真侪法师要升级做道长爱做考期，而且爬倒腿的过程拢爱烫车骹，对真侪人来讲，这是真大考验。太贤法师协会小道贤道长这回穿着识字学位服装来开道路，是因为今年7月，伊拄摕到宪宗大学宗教与文化学科识字学位，希望透过学术认证来提升道教的水准和素质。或是有的人穿的是匠衣道服了哈，今天
因为开这个学术跟这个我们宗教的结合，所以织女指示我从73层到108层要穿这个硕士服，刚好今年就是宗教文化大学玄奘大学宗教文化系毕业的所以他特别开这个例现在读了研究所之后，他用学术的理论放在宗教活动里面，所以有实务与研究互相结合，我觉得这是很棒的。萧道长表示，虽然已经78岁不过伊也有传承道教文化的使命。对去年开始和宪宗大学宗教与文化学系联合举办宗教论坛，而且亲身去读实班，目的就是要来研究道教文化学属性。以实务跟理论来做最高的境界增加我们道教的能够素质提升，也为能够为重生来做一个服务。萧道长期待未来会当加强学术合作交流，也希望透过实际参与，让道教文化继续流传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的西维吉尼亚州一个砖头叫做丽花，这是完全收无任何电子信号，不管是电话还是网络，这拢无。因为美国国家电波天文台就设伫这所以住伫这的民众是拢过正原始的生活。回家载真侪游客来到美国西维吉尼亚州的一个电绿岸，不过游客若来到这会发现，因的手机收袂到信号。There is a certain cleansing that comes to you that basically gives you time to clear your mind. 伫这收袂到信号的原因，是因为美国政府伫1956年伫这设立一座美国国家电波天文台，会当接受太空中的无线电波，用来观察黑洞、辐射带、加星云的变化，或者是太空人传回来信息。为了要让天文台正常运作，也防止间谍，美国伫1958年伫附近设置国家无线电静谧区，伫这个无到200人的镇340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对电子产品的连续无线电波进行监管甲限制。若违反规定使用无经过授权的电子装置，会罚$50。虽然规定真严格，不过伫咧遮每一户的厝内拢有网络线 WiFi 会当上网，厝内也有电话会当用。不过只要离开厝内，就无法度收到电话甲信息。That aren't in the middle of the active modern communication life, and you sort of worry that places like this are being discovered, and you wonder what the people discovering them and buying and coming here. 不过出门无通讯信号，互一寡居民担心讲，若伫较偏远的所在发生车祸，无法度寻求斗相共，后果可能真严重。所以科学家也正伫咧研究相关的技术，希望会当伫咧接受太空信号的同时，排除其他干扰，研发会当分离人造信号加太空信号的技术，来解决民众担心的代志。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下半半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1度；中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3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3度；东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5度。外岛地区上低13度，上悬24度。跟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
了。